婚林卖了有民众检举一寡所在防乌白倒废土，警方嘛查到3个土尾重林的集团检方暂时起诉9个土尾重林，17个土地所有权人跟管理人，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。山脚车甲废土甲建材废弃物违法车去婚林卖了农地，因为不时拢会闻到臭味，去年陆续去互民众检举，检方发动搜索，拢总查到3组违法集团9个人，也有地主甲管理人17个人提起公诉。竟未赚取2000元不等之处理费，将北部营卷剩余混合物回填在云林县麦寮乡、口湖乡等处。回填面积达5公顷。人也要吞哦，无法度啊。你讲隔壁用个抗议啊，那人都讲无影响到你啊，你才咧抗议啊。检方表示，土尾中人是以免费囤土的名义去找有需要囤土的废弃云仔甲农地，违法甲废弃物揽入去废土内底，且一台收2000块的处理费用，违法项目已经赚数百万。沿海乡镇有多处非法倾倒及掩埋废弃物的状况。那本案经过检察官也起诉了相关的行为人及地主。那目前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侦办。环保局表示，最近这几年有业者用免费囤土也是犹太，引起云仔甲农地地主请因来种地，实际上是来乱倒废土，后来个年代还引起检方起诉，互农民要囤土也是要找合法管道，避免犯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